就這個吧，我聊先哈，聊先哈，還差2萬張哈，感謝啊！來了喎，真的來了，我來了。哦，你還是在那裡啊？啊，就他啦。喂，阿嬸，你笑得咁兇狠做咩啊？我話你笑得咁兇狠做咩啊？咁又望見你做得咁好睇就笑咯。我做得好睇你又笑啊？你嚇親我喎！冇嚇你到啊！你啱先笑到嚇親我喎，笑得好兇狠喎！我冇嚇你到，望見你做得咁好睇，我笑笑㗎。我依家有少少驚喎。冇驚啊！冇驚。後生仔驚乜嘢啊？你要俾翻2蚊雞我買糖食喎。有得。咁你方唔方便俾2蚊雞？你當雪台腳又好，和頭酒又好，係咪？俾2蚊我啦，我真係嚇到我心慌慌嘅依家。你俾2蚊俾我真係。你俾2蚊我，係咯。你攞阿婆買錢。唉，阿婆，哇，阿婆咁有錢㗎，阿婆。我係俾2蚊雞你點你啊？係咯，買糖食咯，肚餓咯。唔俾2蚊你啊？啊，好。多謝嚇。你俾幾多俾我啦？啊，多謝嚇，多謝收，終於收翻2蚊雞嚇，砌佢嚇。嚇親我喎！現在把那個站站給小猴子點到30萬、50萬吧，這個阿婆可以是吧？現在我問下先嚇，這個菜你種了嗎？係我自己種嘅喎。係唔係啊？係啊。你望住我講。係。我自己種嘅啦，我先你咁咋。有冇淋料？冇淋。冇淋。啲蟲冇淋過料。唔淋料唔正經嘅喎。冇正經，冇正經。要淋個料先好食喎。係淋個料要食細菌啊！又好似有道理嚇。又好似有道理。能一走大便小便去個嘛？哦，咁你呢啲菜係點樣種出嚟㗎？我喺油菇種過。用咩啊？用油菇種過。油菇係咩嘢嚟㗎？油菇即係炸油出嚟食嗰啲油菇咯。油。花生豆腐油菇渣咗渣。哦，啲。花生渣。哦，明白啦，花生渣。係啦，啊得啦，真係你自己種嘅係嘛？真係自己種。我好識睇人㗎喎，你唔好呃我喎。係啊，講翻啲食咯。如果係你攞翻嚟賣嘅，咁我就唔買㗎咯喎。我想幫你買少少，你賣唔賣啊？你賣唔賣啊？你唔使講，唉，我知㗎啦，我食鹽多過你食米啦，阿叔。呢個油麥菜質量好好係嘛？啊，像是吧？你們看一下，應該是不是啊？那感謝各位的燈牌啊！唉，咩啊？我問下唔得㗎，我問清楚唔得㗎。梗係我買我自己買，我阿婆都冇意見。哎呀，話知阿 Jo 你真係啊！唔係我見你年紀咁大，唔係我咬你㗎，梗係唔係啦。周星馳說的嚇，不是我說的嚇。哎呀，有啲似恐嚇係嘛？咪呀。我自己種過，好好食㗎。嗱咁樣啦，我幫你呢度咁多，我買一半賣唔賣？賣一半咯。呢啲幾錢啊？一斤啊？嗰啲嘛。係。80蚊半一斤好定。1蚊半一斤啊？豆角係嘛？你唔好呃我，我好識睇人㗎。我一睇你，你係個女仔係咪？係定唔係？係。你爸爸係個男人係咪？係定唔係？係啊。你媽媽都係女仔係咪？係。你爸爸同你媽媽係同一日結婚嘅係咪？係。準唔準？係啊。準唔準啊？準啊。咁你封翻1蚊利是錢我啦。你攤就俾2蚊，你話俾我。你啱先買糖食嘅，但係依家呢1蚊係，我猜估得準唔準啊？我識睇相㗎喎。你伸條脷睇下。哦，有啲嘢係要多啲飲水嚇。沒點關注啊，點冇關注啊，我們看全部嚇，嚟。唉，幫你買一半啦，有冇膠袋？Do you have the 膠袋？係啦，膠袋，係幾有色㗎喎。哇，真係冇便宜1蚊半，哇！搞笑嘅恐嚇，哇，係咪啊？俾啲靚膠袋嚟。靚膠袋啊，夠大隻咯，真係可以買一半係嘛？係可以啊。你唔好呃我喎。冇呃你，冇呃我嚇。
睇下先嚇。誒呢兜咧，哦，攞條啊，一條嘅一半啊嘛。哦，你當我攞齊一半噶咯，你話咁就好，可以啊，你將去得嚟。稱啦，呀，稱啦，稱我冇下幾錢？識稱啊，冇使稱點得㗎？唔得唔得唔得，送俾你啊，送俾我，啊你稱咯，係嘛？呢個食得嚟。拎起食，啊拎起食啊！你好有錢㗎，阿婆，我買好有錢，咁你咁大方嘅？買嘅係好窮。你好窮啊，啊，但係你份人好大方喎。啊，咁做咁食咁買好就死咯！咁你俾多個膠袋我驚佢穿窿喎。冇攞到咁多膠袋。係要㗎啦，我開摩托車過嚟，條路好凹級嘅，又落雨又剩。買咗啦。俾多個咯，俾2個膠袋，好事成雙咯。仲俾個靚膠袋，老啊！依家俾個唔靚嘅膠袋。佢嗰支靚嘅咧，得嘛？呢個唔係胡舒寶膠袋係嘛？上次哦死啦！呢個 logo 亦唔可以出嚟嘅。上次我買嘢，阿婆俾個胡舒寶膠袋我，問佢攞太多膠袋啦，要幾多個啊？要10個啊？你真的是你，還要10個膠袋啊？不要了吧？現在玩得差不多了，還玩啊？你真的想我進那個 KUT 啫？唔好玩啦，差唔多噶啦。阿婆真係有啲想打我喎，你睇下個款，阿婆想打你做後生仔。係嘛？後生仔阿婆冇打到你，我又冇肯打。你應該唔會打我係嘛？冇打。哦，咁又好啲。上次嗰阿婆有個阿婆上次買菜撈偏，真冇肯打你啊！差啲打死我。咁你俾多個膠袋我咯。有嘅有嘅有嘅。有嘅啊，我唔夠喎，驚佢穿窿成次買隻雞，我翻恩平開摩托車喺陽江跌咗啊！我啲又買過咯。嗰隻雞又買過啊？買。蝕咗隻雞喎。死隻雞死隻雞咯。俾多個咯。我哋好嘅好嘅，有。真係好啦。有。咁我買多啲啦。誒，我見你份人咁真，做朋友真係一流啊。你哋覺得咧？哦，邊個嚟㗎？感謝這個 LT。感謝 LT 代購哈，大家給網易點個關注哈，點個加號哈，好不好啊？那不說了，夠了50萬了嗎？不說了，來50萬，50萬，讚讚，好怕他拿鞋底走，我真的不敢拿了，真的。來，準備好了嗎？準備好了沒有？來了，我把讚讚走起來哈，3、2、1，走。雙擊屏幕點點，再把讚讚點到50萬啊！哎呀，我說3、2、1，哎，這個 logo 真的不能漏，這個不能漏，這不能漏。你呢個膠袋擺入邊，呢個膠袋擺入邊，係啦。我們點到50萬，還差多少啊？感謝啊！沒點關注點冇關注，沒亮燈牌亮個燈牌，感謝各位支持，真係蚊半係嘛？係。嗱。我問一個問題你啦，好簡單嘅啫，你答啱咗之後咧，全部買齊，好唔好？一隻雞有幾多隻眼睛？有2隻啊。幾多隻腳？2隻腳。有幾多條毛？冇第幾多條毛？冇數定個。有幾多條毛？阿叔？一條毛好多。一條毛啊，唔止。好多毛，冇低幾多條？啊？好多，冇低有幾多條？好多毛。你要講出個數先得噶喎。幾多條毛啊？一身毛。來，我看一下，他講的對還是錯？對的打個對的，錯的打個錯。我感覺這個阿姨她有讀過書的喎，對嗎？對的打個對，錯的打個錯。他說一身毛。啊！我再問你，你出嚟，阿姨。出嚟啊！我問多你一次，你咁叻啦！嗱，問我答啱咗之後，我俾個紅包俾你，玩唔玩？有就玩啦，係嘛？嗱嚟咯，我聽咯。小明嘅爸爸有3個仔係嘛？第一個仔叫1名，第2個仔叫2名，咁第3個仔叫咩名？叫3名啦。叫3名啊？唔啱。不對啊，不對，聽清楚啦喎！第一個仔叫1名，第2個仔叫2名，
請問第三個仔叫咩名？小明嘅爸爸。叫大明啦。誒，錯咗啊！大家看住導演，係咪再看啊？咁都有個利是，嗱，俾個利是俾你啦。哎呀，生意興隆啊！靚女點稱呼啊？點稱呼啊？點稱呼咪？係有就嚟咯。咩啊？李姨咯。李姨，姓李嘅係嘛？係。哦，好。李老闆係你邊個親戚啊？我邊個親戚？你老闆？我老闆好多人親戚噶噃。哦，係嘛？有好多人噶喎，冇講到將即係咁齊噶唔玩啦，唔玩，真係唔玩啦，過分啦，嚟，裝，幫我裝，我幫你要蚊半係嘛？其實我真係好想問你老味係你邊個親戚？但係我覺得好似咁樣問阿婆，好似唔係好啱聽嚇，係嘛？這個還是不問啦，行不行啊？感謝，沒點關注，愛看小五直播直播的，鎖定每天中午的11點鐘哈，便宜啊！你們那裡賣多少錢呢？粉絲說阿婆是媒婆，誰媒婆啊？誰是媒婆啊？2斤幾嘅啦，俾阿老闆，清夠3斤嘅啦。清夠3，哦呢啲都係嘛？嗰啲又係喎，清齊佢啊！清齊佢啊！不齊俾佢哋。好，你等等，阿姨你等等。好，清夠3斤。嗱，我問一個問題，你擔啱咗之後，我送俾你呢度角，得唔得？玩唔玩？呢度幾隻手指？呢隻咯，係1隻咯，依家幾隻？2隻咯，幾多隻？1加1等於幾多隻？1加1 2隻咯係。睇到估啱啦，真係是，真係是，這麼便宜，3斤係嘛？哎呀，答啱咗，俾唔俾啊？俾就打個俾字啦。哎呀，呢個阿叔咁叻嘅，今年幾多歲啊？我80歲，幾多歲啊？結咗婚未啊？嚇？塞都有咯，塞都有啦。唉，拎翻去食，俾錢呢度，幾錢啊？私家戶啊？俾夠5蚊嚇，俾個5蚊。真係結咗婚係嘛？結咗婚嚟，拎翻人哋食啊，阿公。我食，送俾你㗎。你都會食嗎？我仲有，你拎翻去食啦，俾你食嚇，身體健康啊！多謝你。唔使嚇，真係80歲。係80歲。要不要給個紅包啊？給他打個給字啊！我看一下80歲，我最愛的咯。你們覺得呢？好便宜啊！阿姨，全部幫我要齊佢啦。要齊2蚊錢，加落幾多啊？1蚊啊？2蚊。由2蚊升價。升價幾啲靚？哦，呢啲靚少少係嘛？幾啲靚？有冇你咁靚啊？嗱，係乜嘢咁靚就好食嘅咧？哦，呢啲好食，啱先呢啲係蚊半係嘛？像這麼靚的，你們不知道你們是北上廣深哪座城市的？我知道打在公屏上面，我看一下有沒有樓粒啊？給是吧？好，給一下 ，OK。你今年80歲叫咩名啊？我叫陳義慶。哦，阿陳伯啊，嚟，陳伯，嚟俾隻紅包俾你嚇。多謝。早生貴子喎。啊，多謝。好。陳伯伯很好啊，陳伯伯。哎呀，好便宜啊，5蚊雞啊！你們那邊5蚊，大家給那個什麼前幫我點個關注，你們也可以讚版一會。點到168萬讚的話，我給大家上一個盒子，好不好？啊，感謝梁大哥哈。來，我們雙擊屏幕點讚，來，幫我清啦。兩蚊就2蚊啦。你有冇膠袋啊？我哋有。清齊佢。係啊，一個膠袋裝得啦，唔使我哋攞膠袋啦，好吧？感謝啊！係啦，平時都是3蚊到4蚊，我們這裏最便宜都要6蚊，哇，好過去搶喎，有冇咁揦嚟啊？是吧？沒有這麼誇張啦，靚仔。好，幾個菜愛嘛？咩啊？幾菜愛嘛？愛。你老婆啊？咩？唔係。唔係啊？我仲以為你係佢老公添喎。呢個你老公阿姨？我老公阿來嘅㗎啦。哦。
咁你過嚟行街啊？睇戲啊？係冇錯冇錯，咪睇睇戲。睇人哋做抖音哦，你又識嘅？就識。哇，你犀利喎，你真係犀利喎！嚟嚟，我們點點讚嚇，真係要8蚊雞啊，中山都5蚊雞啊9斤嚟呢，9斤係嗎？啲，啊，嚟呢啲，點點讚，點到168啊，點到168，168萬讚了，我直接給各位3個盒子啊！來，這裡是哪裡啊？這裡是羊角啊，羊角啊！呢啲菜想唔想買啊？攞埋，如果我又賣緊呢梗係想要咯，這裡是張角嗎？這裡是茂名啊！哇，仲有啊！個，有啩？呢度幾錢？啊，你問佢大家㗎啦，嗰個幾多斤啊？你話邊廿蚊錢個呢度幾多斤？ ，9斤計， 9斤嘅2蚊一斤嘅20蚊錢唔啱數喎。你計下再計係咪計錯數啊？你計錯數啊？2蚊一斤你18蚊錢，18蚊係嘛？啊，18蚊，嚟計錯數啦，死咯！去偶遇啊，去我家粉絲都有安排嚇。你就記得點個講咗啊嗱，18蚊啦。多謝嚇。呢啲咩菜啊？整啲麥菜，整啲好好食嘅麥菜，幾錢一斤2蚊錢一斤。 ？2蚊錢一斤啊！咁你起身同我跳隻舞，我即刻買齊佢。胡椒按條喐啊！我教你，冇條喐啊！唔使你起身都得。有油手真係，你攞張凳，唔係你往後少少。行一啲有油手。你攞張凳過嚟呢度坐，好攰啊！你攞張凳過嚟呢度坐就得噶啦，唔使跳。係啦，你我坐，嚟，講我冇條喐啊！你攞張凳過嚟呢度坐，唔使跳，坐面向我。係啦，準備好了嗎？啊，雙擊屏幕點點讚哈。我拐個彎就到，我等你。俾隻手我，隻係呢隻。耶，幾有識噶喎！等下，仲未到，嚟咯喎！你哋往後騰少少啦，往後騰少少，係俾個位我，係啦。Everybody put your hands up！ 叔叔喂，叔叔喂，叔叔要叔，叔叔喂，叔叔喂，叔叔做叔，叔叔叔叔喂，叔叔做叔，叔叔喂喂，叔叔叔叔叔叔喂，叔叔喂，叔叔要叔，叔叔喂，叔叔喂，叔叔做叔，叔叔叔叔喂，叔叔做叔，叔叔喂喂，叔叔。喂，你都揼去啊？啊，你揼去啊？呢度有個台階㗎，跌死我啦！哎呀，小忽痛！冇所謂。哎呀，哎呦，死咯！你幫我捉佢，冇所謂。啊，冇所謂啊，唔死得係嘛？冇啊，後生仔佢成三。會唔會死啊？冇死佢。哦，冇死得係咁就好啲啊！嚟，裝菜咯。唉，好彩唔死得嚇。點個關注，嚇死人啦！來，大家給前榜5點個關注。藍色衣服給紅包，哪個藍色的？阿蘭馬天氣話。它是藍色的嗎？它不是青色的嗎？它是藍色的。你跟我的膝頭講啊。藍色呀。它是藍色的嗎？不是，我從小有點色弱啊，看顏色不是很明顯。天藍色。哦，就是它是吧？耶，這誰啊？感謝我怡寶姐姐的大飛機，阿芒鐵通開過來了，謝謝。感謝怡寶姐姐。我打個電話先。1、2、3、3、2、1、3、4、5、6、7。
你签啊，我打个电话叫我队长过来啊，你不要走啊，你唔好走啊。等他签完先打个电话。先蓝色是吧？浅蓝色，哎呀死啦！啊，幾啲9間，幾啲15斤15斤係嗎？15斤半。 ？OK， 藍色的 OK， 明白了，大家給前排5點關注，站到了嗎？最後的10萬站，最後10萬站。交做乜嘢啊？我打個電話給隊長，我看一下他們會不會5斤嗎？往那個天空看去。80蚊紙。好了沒有30蚊紙。 ？30塊錢啊！你不要走啊！我打個電話先哈。你唔好話我啊！喂，阿掹鐵通啊！我現在在這個羊塘這個市場這裡。係咁。對，我買了很多菜，你現在要過來哦。哦，你開飛機過來啊？飛機開到哪裡了？哦，哦，我看到你的飛機了，我看到了。哦，對，往這裡開。對，不用打轉向燈。耶，你怎麼來這裡了啦？你開太高了，迪士尼咯，你跳下來了哈。係咁。飛機啊，飛機啊！你有冇見到啊？見到啊？係咪好大架？係。你們看到嗎？看到了，大哥看到了，真係見到啊！係啊，飛機。啱飛過係嘛？喎一聲嚇！哇，阿叔你犀利喎，仲打炮過我喎，睇穿場喎，早上就給大家發了一個福袋啊，一共多少錢啊？30塊錢啦，來點到200萬張，點到200萬張哈！我點哪裡點啊？遲早被你笑死！什麼鬼？笑死了沒得看了，亂講亂，感謝梁姨大哥，感謝梁姨大哥來30蚊，啱唔啱數啊？啱數啊！啱數係嘛？多謝嚇。唔使客氣，緣分啫。點讚嚇，點讚。這個，身體健康。哎呀，呢個叔佢真係積極嘅，有，是吧？叫咩名啊？啊？陳少明。陳哥係嘛？係陳哥冇錯。啱先係咪問你㗎？係嘛？結咗婚未啊？結婚誒。結咗幾多次？幾多次？幾3次啦？3次啊？啊，幾3次。係咪真㗎？頭先又講腰，頭先又講腰放下講。你識得佢㗎？你3次你佢猛人佢幾3次婚。佢冇識我，冇識我。佢冇識啊？就係1次。係1次。有咩用？有冇出去偷食過？冇。1次都冇。佢猛人，唔好約得佢啦。有冇去過中山公園？我見到佢啦。冇有。你見過啊？係。有去過啊？佢我冇去過，佢望佢。佢有去過。佢又去過啊？啊。你同佢一齊去㗎？啊，冇錯。公仔不正經啊！啊，給個紅包哈，給菜啊 ，OK， 啊，俾個紅包俾你啊，身體健康啊，嚟穿，你兩度穿啊！感謝菲比姐姐的抖音1號公屏上面打過，菲比姐姐大氣，謝謝我菲比姐姐，來，我們姐姐走啊。